喂，大家好啊，Rick 哥講你知嗱，咁咧其實我係廣博教育創辦啦。而家咧其實香港咧入學嘅情況咧係有咩嘅發展咧？我 update 下啫，最新嘅，因為尤其是今年政府講咗咧，要來港讀咗2年嘅中學或者係一個即係起碼有2年嘅在學經驗咧，先可以入到去我哋嘅大專院校嘅資助課程。係有香港人嘅價錢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咧近來咧，無論係傳統名校或者一啲地區嘅名校啦，同埋一啲國際學校咧，都係非常之係搶手嘅。差唔多個數據咧，就係傳統學校咧就會多咗20成人，國際學校咧甚至去到3倍添嘅，嗰個申請嗰個機會係即係難度高咗好多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需要嘅話咧，揾我哋，因為咧我除咗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，我喺幼稚園啦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咧，我本科都係香港大學去畢業嘅。其實咧都係好了解香港教育，加埋我2個小朋友咧都係國際學校嘅學生啦，有小學同中學，咁所以我哋非常了解本地嘅入學收生。咁有咩可以留言話我知，咁我哋就會團隊會再 PM 你啦。